多咗好多人咧係會食一啲營養補充劑，益生菌又似乎咧係扮演一個幾重要嘅角色。先介紹呢位嘉賓先，欣康國際 Graceful Life 嘅創辦人Frida Larry，我哋講益生菌對身體嘅重要先。好嘅益生菌我哋冇補充，我哋壞嘅益生菌咧就會增加，一增加之後就慘啦，該吸收嘅營養吸收唔到啦，唔該吸收嘅吸收到啦，累積咗好多我哋數啦，影響我哋嘅身體嘅免疫力啦，腸胃會發炎啦，對女士嚟講影響就係你嘅皮膚啊白唔白滑唔滑。我哋嘅嘉賓咧就係Frida 啦，佢嘅產品呢個特性咧，針對香港人嚟講我哋相信啦，好多天然嘅食品咧，其實係好可以幫助到我哋身體。香港人嘅壓力啊等等咧，腸胃問題咧係極之嚴重嘅，即係包括我媽媽咁啊，心諗話如果我要做一樣嘢幫到佢的話，有冇啲嘢咧好似甜品咁好食，可以係大家笑住口食，可以盛載益生菌嘅，可以盛載一啲水溶性纖維咧，最好嘅咧就係啫喱啦。做咗5年之後咧，咁啊吳啟華先生咧都覺得個理念好好喎，因為好中意啲天然啊健康。一心咧佢係即係今年咧係成為我哋個品牌嘅代言人咯。咁但係你嗰啲產品係咪都分好多唔同種類？我哋有成10幾種嘅菌類，之後咧我哋加益生元。益生菌就真係菌啦，益生元咧就其實係益生菌嘅食物嚟嘅，發揮佢哋嘅作用。Frida 咧，佢哋有最新嘅幾類咧，係針對我哋自己身體嘅狀況。經常咧係生活好啦，壓力好啦，或者飲食好啦，我哋便秘到啲好辛苦啦。呢個第二樣嘢咧就係特別敏感嘅，時間壓力啊，瞓得唔好咧，幽門螺旋菌嘅防禦啊，都照顧到。嗱，即刻咧登記啦！下個星期六8號啊，有一個腸道健康講座，加埋咧頭先阿 Frida 介紹嘅益生菌嘅係免費試食。係啦，記得呢個電話號碼嚇，44147431，44147431。